如果時光可以倒流，你最想返去邊一刻？館長何慧儀最喜愛係佢嘅童年。我好多同學咧都喺徙置大廈裏邊去居住嘅，所以我哋喺課餘嘅時候都會走上我哋住喺徙置大廈嘅同學屋企一齊玩啦，喺走廊裏邊跳橡筋繩啊、踢毽啊等等嘅活動咯。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咧都有好多嘅童年嘅回憶喺度嘅。咁喺呢一個樓層裏邊咧，我哋復刻咗3個徙置大廈嘅單位啦。咁譬如我哋而家入到呢一個咧係好狹窄，叫做半邊屋嘅一個單位，喺個單位裏邊分開咗2戶人，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真嘅相嚟㗎，我哋係揾到一啲收藏家咧，係就係俾我哋用嘅一啲嘅舊嘅歷史嘅照片啦。你會見到係只係得4埲牆，但係已經有瞓嘅地方、食嘅地方、娛樂嘅地方、溝通嘅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逃難後回流人士同新移民紛紛來港，香港嘅人口急劇增加。當時寮屋區湧現，但係衛生環境惡劣，火災頻生。政府將興建公共房屋列為一項長遠嘅社會政策，而徙置大廈正係公屋政策萌芽嘅歷史見證。第一代嘅徙置大廈咧，其實佢哋嗰個嘅設施係好簡陋嘅，一啲嘅公共嘅衛生間啊、廁所、淋浴間咧，都係共用嘅。咁而且係喺呢個單位以外嘅地方咯。雖然係個環境好差，但係呢個早期呢徙置大廈咧，亦都係反映咗一啲鄰里係關係比較密切嘅。咁佢哋喺食完飯之後都會出嚟呢啲大廈嘅走廊一齊嚟到乘涼啦、傾偈啦、麻雀灑落啦、一齊洗衫啊等等，互相溝通感情。好多家庭咧，祖父輩或者父母輩咧，一嚟到呢啲嘅徙置大廈嘅環境啦，已經話嗱，呢個我哋以前用過㗎，返工嘅時候帶飯啦就係用㗎。哇，呢啲就係過年嘅時候咧，探親戚朋友嘅時候最有代表嘅一啲糖果等等。到1970年代，政府宣布10年建屋計劃，興建廉租屋，亦都係後來演進成今日嘅公屋。現代化公屋間隔實用，通風採光區街，仲融入綠化天台、無障礙通道同埋共用遊樂場，俾長者能夠安心漫步，孩童能夠自由奔跑。部分單位並引入環保高效嘅組裝合成建築法，可持續發展嘅設計特色，亦都榮獲多個獎項。例如安達邨同安泰邨就奪得亞太項目管理學會聯盟可持續組別優勝者獎項。從單純嘅安置邁向真正嘅安居，香港公屋以人為本，成為全球公營房屋體系嘅典範。